这个鉴识的方法真多，但是要安怎找到决定性的证据呢？这个 DNA 鉴定就是其中真重要的一项。嘛好，你家再有这个 DNA 鉴定的这个技术，互真侪过去无法度破的冷案，一件一件来破案。花莲吉兰乡有5个囡仔死伫因厝内，毋但骹手被绑条咧，喙、目睭拢被铁布打掉咧，尸体贴做伙死状真凄惨。胶带绑在一起，他用棉被把它捆住，然后堆成一堆，看着真的是不像说，好像人家类似在屠杀一样。警方找到救的字条当作讲是金钱纠纷引来杀机，不过5个囡仔老爸老母，在代志发生后，都找无人，完全无消息。案情拢无进展，9年后才出现破案的曙光。山顶发现2具骨骸，送到刑事局做 DNA 鉴定，果然发现这个骨头的主人就是警方一直找无人的刘志勤翁某。依照正期的判断，因是杀害5个囡仔了后，才阁畏罪自杀。头日的这查甫人伫高雄犯性侵案，经过采集伊的精液，透过 DNA 比对，发现讲伊嘛是南港国小一个查某囡仔被性侵杀害案件的凶嫌。1990年5月17日，蔡英秋来到承德国小，利用中昼长的时间入去校园，假做老师找下手的目标。当时一个人伫活动中心，这6岁查某囡仔变成伊的牺牲品。检警虽然有采到凶手蔡英秋的 DNA， 不过当时伊并无前科的记录，刑事局嘛无相关 DNA 资料。拢无法度破案，一直到案发后21天，蔡英秋犯另外一件性侵案。做完的手法真诚，再加上 DNA 基因的比对，南港女童被性侵杀害案件，才总算真相大白。所以，即使经过将近20年，我们依然在这个被害人身上的这个物证呢，找到了加害人遗留的精液。高雄他们有发生一个性侵害案件，那这个加害人呢，按照去氧核糖核酸采样条例的规定，他必须要被建档，所以他就送进来我们实验室来做分析。那我们的惯例，我们在建档之前，人建档之前一定会去跟证物的资料库去做比对，所以呢，一比我们就发现，居然就跟这个送进来的这个内湖国小女学生身上的这个精液的 DNA 是相同的。这2件重大案件的破案关键就是挖靠 DNA 鉴识才抓到凶手。DNA 鉴识有偌重要？鉴识人员会为现场的物证，像衫还是裤，采集任何可能的血液甲毛。摕转去实验室，为证物内面找 DNA， 就使找到凶手。刑案的现场，我们如果证物的 DNA 有检出成功，我们都会跟过去的已经建档的人去做比对，还有已经成功采证的证物去做比对。那符合法令 DNA 建档的人，我们也会去跟证物的资料库去做比对。目睭看较袂出来，精液也是喙烂，透过试剂要特殊灯光一个枪，再加上查过镜一看，若是深的球色，就是有精液反应，喙烂嘛看有。才为内面去采样 DNA 检体，就使为证物内面找到犯罪证据。那这上面呢，我们要让它可以进实验室嘛，让整个裤子没有办法放进去，所以我们会剪一小块，扳机的地方剪一小块。除了案件需要 DNA 鉴识，重大灾难现场死者的身份嘛需要 DNA 来鉴定。事实上，在这种大型灾难，遗体的辨认有时候是很困难的，家属也不那么容易指认，所以呢，用 DNA 来协助身份比对呢，也是在这一类的大型灾难事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事项。DNA 鉴定的技术一直在进步，采样的条例嘛，对咧将这个建档的范围更大，为一开始的性犯罪、重大暴力犯以外，即马佫包括家当窃盗，也是有食1、2级毒品，这累犯拢会被建档。除了讲和样品佫较济，破案率佫较悬以外，更加希望讲和歹人会惊，唔敢做歹代志，要有证据讲实情。